我最近學到一種所謂好香港式嘅生存技巧，就係喺個 social media 上面講嘢咧，係要教得啱佢要求嘅格式。我喺一個兩餸飯嘅 group 度出 post 啦，我已經寫明地點，張相亦都影到個鋪頭嘅名啦。不過群組管理員無啦啦仲要我報多次店名同地址。喺我答完佢之前呢，個留言板已經被人 close 咗，冇人甚至乎向佢回應。呢種做法最消耗嘅唔係佢啲規矩啊，而係佢令你覺得你永遠要再證明多次自己，然後又冇得再正常咁對話。啲規則一旦變成單向心口，就唔係管理而係控制啦。我而家嘅自保方式好簡單，我唔再用自己嘅時間去同一個永遠有最後定義權嘅系統消耗。我照分享咯，但我會保留返界線，保持自卑，值得尊重㗎嘛。我唔會再俾啲咁低標準嘅管理方式玩咯。